香港唱片銷量大獎2013全年最高銷量廣東唱片得獎歌手係陳僖儀。IFPI 香港唱片銷量大獎2013全年最高銷量廣東唱片 All the Best 陳僖儀，太陽娛樂音樂有限公司。陳僖儀，一顆耀目嘅樂壇新星，憑住佢對音樂嘅熱誠，佢一步一步走近佢嘅音樂理想，勇闖樂壇，作出多方面嘅嘗試。其後佢獲得一個又一個嘅獎項，印證住佢無可替代嘅才華。本應係前途無可限量嘅新星，帶住大家嘅期望、大家嘅思念離開咗我哋，但係佢嘅歌聲仍然留喺我哋嘅懷抱。星星雖然隕落，但係光芒長留心中。喺佢離開之後，我哋仍然願意為佢送上一個獎項，以銘記佢短暫嘅人生之中燦爛嘅音樂成就。陳僖儀咧嘅妹妹今日嚟到我哋呢一度，佢係陳楚貞 Crystal。請個頒獎俾 Crystal 先嚇，亦都 Crystal 可以同我哋講翻幾句説話。咁首先多謝 IFPI 啦，咁我代表 Zita 多謝各位嘅。咁我相信因為我覺得呢個獎對於佢嚟講係佢同埋佢嘅音樂嘅一份肯定啦。雖然呢一個係喺 Zita 名下最後一隻碟，我希望大家會永遠記得佢嘅歌聲，因為佢永遠喺我哋身邊嘅。多謝咁多。我點都唔會信 Carson 會變節。